暴躁，影响口感，懂不懂啊？别下来！我操！凤凰内丹爆出来的极品火灵浆，这要是拿去卖，能换多少快乐水啊！警告！副主即将离开无敌岭，离开即变凡人，会被天雷劈成渣。坑爹系统还给我什么无敌挂？把我困在这破院子里面，方圆3米无敌有个屁用啊！哪怕多1米，老子都能捡到那个极品灵石。穿越过来3年了，系统说只要收徒就能扩大领域，可这鬼地方鸟不拉屎，连只母蚊子都没有。我收个鬼的徒弟啊！苏清雪，交出苏家至宝，否则老夫将你碎尸万段！叶家老狗，我就算死，我也要拉着你们垫背！传闻此山有饮食大魔，这是我唯一的生物。我看你往哪儿跑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前辈，救我！哎，有活人！去死吧！去，别弄脏我的早饭！什么？我的玄铁宝刀！我操，好险！幸亏这刀砍进来，要是他在门槛外面放箭，我就只能当场给这小姑娘收尸了。滚！再敢踏入此门半步，死！呸！好大的狗胆啊！你可知我是谁？我乃青云城叶家管事。这个女子偷我叶家至宝，你敢包庇她，就是和我们整个叶家为敌。叶家没听说过呀，是卖烤红薯的，还是卖猪肉的呀？你无知的小子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！那流动的灵域，那恐怖的威压，这不是劫持，这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不死火凤。前辈，您是仙尊？检测到 S 级修炼天才，收徒任务出发，收下此女为徒，无敌领域将扩张至山脚下。哦，扩圈神器来了！丫头，相逢即是缘。我看你印堂发黑，又饿得发慌，这半只鸡翅，赏你了。多谢前辈赐予神物，这是传说中的不死神凤。哎呀，这什么不死神凤？这就是只普通走地鸡，味道有点柴，凑合吃吧。哎呀，这可是凤凰啊！我都1个月没吃上了，为了骗个徒弟，容易吗我？混账！混账！这个无视老夫，全给我杀！乱箭射死这对狗男女！我操！怕什么来什么，远程攻击我挡不住啊！还没收徒成功，领域没扩张啊！
停！这小子邪门的很啊，说不定有什么阵法护持。哼，苏家小妞身上的宝物至关重大，不能有失。有了。恭请金丹长老出手，踏平此山，扬了这破道观。何方蝼蚁，敢动我叶家之人？完了，是金丹强者，能御空飞行。前辈，我们快逃吧！金丹很强吗？哎，老刚，飞那么高不冷吗？有种，下来呀！哼！好个不知死活的蝼蚁，竟敢辱我！今日若不将你抽魂炼魄，老夫誓不为人！好强的威严！是不是没吃饭啊？就这点劲儿！在这3米3分地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递烟。这怎么可能啊！老夫这威压足以碾碎筑基修士，这小子竟然纹丝不动，怎么可能？他身上居然毫无灵力波动，难道是返璞归真的元婴老怪？不可能，这破山沟里怎么会有这种高人？哎，小子阿忠，见到我们金丹上仙还不下跪啊？我家长老一根手指就能把你碾成肉泥，你现在跪下磕1000个响头，再把你那个女徒弟献给我们长老做炉鼎，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。炉鼎，好大的口气啊！一只老狗带着一只小狗在这吟吟狂吠，你们叶家该不会是开养狗场的吧？你才狗，你全家才狗！长老啊，你看看这小子狂妄至极啊！这就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呐！小子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硬。小子，老夫这一剑曾斩杀过无数的筑基圆满，你能死在这一剑下，是你的荣幸。老张，别光打嘴炮了，有种，你过来呀，砍我呀！小畜生，去死吧！总算把你这老登给骗进来了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这怎么可能啊！所谓的金丹修士就这点本事啊！你到底是谁呀？随手捏爆金丹法宝，你是元婴老祖？不是，你是化神大能啊！下辈子记着，进别人家之前要学会先敲门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！这金丹长老怎么会败呢？一巴掌就把金丹长老给扇晕了，这家伙到底是哪路神仙啊？哎，你别得意啊！就算你是什么
华山老怪又能如何呀？我叶家背后可是有太阴圣地撑腰，你敢伤我家长老，就是和我们整个太阴圣地为敌！你给我等着！家主定会请出华神修士，踏平你这破绽，到时候定让你锁骨扬灰！慢走，不送。下次来别空着手，好歹带个礼盒。连太阴圣地都不放在眼里，前辈果然是隐世不出的绝世仙尊，这大腿我抱定了。前辈神威盖世，晚辈苏清雪惨遭家族灭门，身负血海深仇无处可去，恳请前辈收我为徒。苏清雪愿此生当牛做马，侍奉左右。这收徒啊，我看你资质平平，本不想收。不过你有一份赤诚之心，你我又有缘，罢了。为师就勉为其难地收你为记名弟子吧。徒儿见过师父。恭喜宿主成功收徒 S 级天才苏清雪，奖励大礼包发放中。奖励一：神级功法九转涅槃诀，可传授徒弟。奖励二：极品洗髓丹1瓶。霍圈呢？我的无敌领域怎么没动静？需徒弟成功入门神级功法，达成师徒之时，领域方可扩张。啊！坑爹的，还得等他练成神功。我他妈想去趟道观外面的茅厕，怎么这么难啊？废物，连个野道士都收拾不了，丢尽了我们叶家的脸。家主饶命！不是小的无能，是他小的太猖狂了。他不仅敢扇金丹长老的耳光，他还指着小的鼻子骂，说我们叶家都是吃屎的废物啊！找死！竟敢如此羞辱我叶家，那看来我势必要把他碎尸万段。大长老，晚辈请您出关。那人疑似化神初期，需以雷霆手段镇杀之。化神初期，在我这个化神巅峰面前，不过是只稍微强壮点的蚂蚁。那就劳烦大长老把那道观杀个鸡犬不留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得罪叶家只有死路一条。慢着，你们逃跑的时候，那小子什么反应？反应？没什么反应，他就坐在那个门槛上嘲讽了我一句，然后就放我们走了。放你们走了？他这么说的。慢走不送啊，下次记得带礼盒来。有趣，大长老，有何不妥？你们既然已经撕破脸皮，不仅要杀他，还要抢他的女人，换作是你会把敌人放跑吗？若是晚辈，必定斩尽杀绝。没错，说明他不是不想追，而是做不到。哦，我就说嘛，这小子他从始至终根本没离开道观半步。原来如此，这一切定然是那道观搞的鬼。既然是个不能移动的活靶子，老夫有100种方法玩死他。徒儿，既然拜了师，总得学点东西。这本破书你就拿去练。这个书啊，是原来我用来垫桌角的，勉强能入眼。多谢师傅。这是天阶功法？不，这比天阶功法还要深奥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神级功法？师傅，这太贵重了，这种绝世功法真的要传给我吗？哎呀，贵重什么呀？这就是个大陆货，以前我家扫地的下人都懒得练，你先凑合着用。啊，对了，等以后为师找到了更好的，再给你换。扫地的下人都看不上神级功法，师傅的家族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存在？难道是仙阶的顶级家族？对了，徒儿，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我
回禀师傅，徒儿资质愚笨，家族被灭之前，才刚刚勉强到达筑基期。筑基啊，那是有点弱。这修行一途都是从炼气期开始，然后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合体、炼虚，最后是大成。这大成之后，便可以飞升成仙。你这筑基期也就比普通人强点。对了，这个鸡翅膀你可千万别一口气吃完，你现在的身板太脆，吃多了容易爆体而亡。爆体而亡？就是砰的一声，咻，变成烟花那种。那可是上古神兽，能量太强。你一个筑基期的小菜鸟，吃一口估计就要流鼻血，吃多了真会爆体而亡的。先啃个鸡指甲盖，配合那本破书一起练，别贪吃，听到没有啊？我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傅只是怕我贪功冒进，根基不稳。师傅对我竟这般用心良苦，徒儿谨记师傅教诲。赶紧练吧，姑奶奶！为师在这鸟不拉屎的破道观已经待了整整3年了，就想等这破圈子扩出去了，出门遛个弯儿啊！霸道的能量，今晚要撑不住。吃个饭都能卡，这资质也是没谁了。张嘴，吃了这个顺顺气儿。极品吸髓丹，这一颗丹药放在外界，足以让元婴老怪打破头。师傅竟然随手就给我当糖豆吃，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？赶紧练，练不好今晚不许吃饭。师傅大恩，徒儿无以为报，唯有拼死修炼，不坠师傅威名。大长老，就是这儿，那个小杂种就在上面的破道观里。这道观果然有问题，像是有阵法加持，而且是我看不透的那种。你去，给老夫打头阵。我去啊！怎么，你怕了？长老饶命！那小子邪门的很，其他长老都被他一巴掌扇飞了。小的这点微末道行，上去就是送死啊！蠢货，老夫让你上去骂阵。那小子年轻气盛，若是被激怒冲出来，老夫便能立刻将其斩杀。长老，可是不是，老夫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小子真就去！缩头乌龟，过来呀！有种，你出来跟我单挑，来啊！打我噻，打我呀！你不是能耐吗？怎么现在躲在那个破道观里，不敢见人了？我看你就是个没卵大的废物！师傅，他们简直欺人太甚，我要去杀了他们！哎，这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还要趴在地上咬回去？专心修炼，这外面的狗叫只当是
给你伴奏。面对如此羞辱，师傅竟能做到心如止水，这是何等境界？这就是绝世高人的气度吗？师傅说的对，徒儿不该被乱了心智，我要继续修炼。为何？臭小子，你躲在这道观里，别人确实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但老夫却有100种方法弄死你。哦，比如今日老夫就用这搬山令，将这整座山头都给你挖空，把你这破道观埋进地底3000丈，让你永世不见天日。糟了，这老贼真有手段，这样下去，我小命可就丢了呀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！这什么？什么？徒弟苏清雪成功入门神级功法，无敌领域扩张开始。当前覆盖范围方圆500米，直至山脚下。天无绝人之路，终于他妈的扩圈了！老子足足等了有3年！3年！什么力量？好，快退！这什么力量啊，上来！哎呀！刚才是谁说我不敢走出这扇门的？你居然能出来，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破铁片也配叫法宝？拿来切西瓜我都嫌钝。不过留着给我徒儿当通马桶的用倒是可以。小杂种，是可杀，不可辱！有种你杀了老夫！杀你？那太便宜你了。哎，徒儿，你说这帮人把咱们家门口弄得乌烟瘴气的，该怎么罚？师傅，这贼人刚才扬言要把我们活埋了，徒儿建议将他们碎尸万段。不要啊！这女孩子家的，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，太血腥，不好洗地。哎，正好咱们这道观太冷清了，缺几颗盆栽。动！你要干什么？走你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大长老，放我出去！哎呀！快放我出去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叶家大长老，我是叶家管事，我可是化神修士。哦，你干什么？省点力气吧啊！都别喊！从今天起，
你们就是我这道观的迎宾术。你长得最丑，就当个领头的树王吧。以后谁敢上山闹事，你就负责冻死他。欺人太甚！前辈饶命啊！我不想当树王，你知道的，我有风湿啊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求你了。徒儿，记得每天给他们浇点水，别旱死了。哎，对，要是哪棵树不听话乱叫唤，就往他嘴里塞点泥。别！这就是仙人的手段，化神强者在他手上竟如玩物一般。徒儿，进来。既然入了门，有些东西也该给你了。你那把破剑都卷刃了，拿出去丢我的脸。拿着，这把剑以前是为师用来砍柴的，勉强够硬。多谢师傅。这是神剑，剑意化形，引动天象。砍柴，师傅竟然用这种绝世神器砍柴。还有，再等会儿。这件呢，看着虽然有点丑了，但是耐脏，以后下山的时候就穿这个。隐秘神衣，穿上它，我的气息直接从这个世间消失了。师父厚爱，徒儿无以为报。哎，行了，别搞这套虚的。为师给你这些东西是有任务交给你。师父请吩咐，是去灭了叶家，还是去踏平了太阴圣地？那个没那么暴力啊，你去把门口那帮人身上掉下来的储物袋搜一搜，把里面那些破烂玩意儿拿去山下城里卖了，然后给为师买点孜然、辣椒面，再来2坛女儿红。啊，这是大事，这关乎大道修行。师父一定是想借此磨练我的心性，让我入世修行。徒儿领命，定不负师父重托。哎，站住！臭丫头，我告诉你，太阴圣地不会放过你的。大长老，你最好祈祷你能活得久一点。等我回来，我会亲手把你的牙齿一颗一颗的拔下。消失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夫乃是化神期修士，所以在仙界开宗立派，就算是瞬移也会留下灵力波动。那丫头不过是筑基修士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因为那件破斗篷？一把袖剑引动天象，一件破斗篷能无视空间法则。那小子随手扔出来的垃圾全是神器。叶家究竟惹上了一尊什么样的怪物啊？老板，给我来1两这个。这青云城真是太无聊了，连个像样的美人都没。啊！那个小娘子有点意思啊，咱去看看。姑娘，你一个人买调料呢？这种粗货
哪用得着姑娘亲自动手呢？不如跟本圣子去喝杯茶。没空。有点个性。本圣子乃太阴圣地殷无极，不知能否请姑娘赏脸？圣子，是他。什么？你认识？他就是苏清雪害死大长老的贱人。哦，这就是让你们叶家全军覆没的苏清雪。没错，圣子，他身上肯定带着苏家的至宝，只要拿下他，就能得到那件宝贝。苏姑娘，既然都是熟人，那就更要叙叙旧了，跟本圣子走一趟吧。贱人，你敢打我！打你还需要挑时候？你个贱人，找死！把他给我拿下！哼，这居然是金丹强者！小小筑基区女修，也敢伤我圣子！去死！金丹期，完了，我才刚筑基没多久，怎么可能挡得住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只是筑基期，为什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量？筑基期一拳打伤了金丹期，这是什么妖孽？这是什么功法？这我竟然打败了金丹期，肯定是因为师父传授的九转涅槃诀的威力。这种神奇功法，师父居然说连家里扫地的下人都看不上。师父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就是太阴圣地的金丹修士，当然也不过如此。贱人，在整个金云城，还没人敢这么侮辱本圣子呢！圣子，此女有些古怪，筑基期居然能伤金丹，身上必有重宝。管他修炼什么功法，今天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！去，立刻发传音符回宗门，让执法堂的血衣卫全部出动。血衣卫，圣子，对付一个筑基期的丫头，至于动用血衣卫吗？那可是专门猎杀元婴修士的死士。废什么话！这贱人邪门得很，本圣子要确保万无一失，哪怕把这青云城翻过来，也要把他给我截住。是，圣子尽管放心，既然动用了血衣卫，别说是个筑基期，哪怕是元婴老怪，也得把性命留下来。我要让他知道，得罪太阴圣地是什么下场。整整半天了，大长老可是化神巅峰强者，就算是遇到了合体期大能，也不可能这么久连个传讯符也发不出来。金丹长老被一招拿下，现在连化神巅峰的大长老也人间蒸发，难道那座山上的是合体期老怪吗？家主，家主，好消息！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什么？是不是大长老回来了？哎呀，不是大长老，是苏清雪那个贱人下山了。这大长老现在不知死活，现在谁还能奈何得了那个怪人？不是，家主，你听我说啊，苏清雪那个不知死活的贱人，她今天在青云城里当众打了太阴圣子的脸。啊！苏清雪打了殷无极，千真万确呀！圣子已经暴怒，调集了血衣卫去截杀他，就连鬼手长老都亲自出动了。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呀！妖道再强又如何？还能厉害得过太阴圣地吗？那可是有大承袭老祖坐镇的庞然大物。苏清雪，他得罪了太阴圣地，别说那个妖人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
小丫头，你挺能跑啊！好狗不挡道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嘴硬了，得罪了太阴圣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是自己动手呢，还是要老夫帮你？要我跟你们打可以，但是要是弄坏了师傅的女儿红，我师傅会生气的。狂妄，给我杀了他！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叫花子，哇，好大一颗头啊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长得帅的盆栽吗？盆栽？可是盆栽不会说话呀。叔叔，你是被种在这里的吗？你滚！哪来的小叫花子？别当着老夫晒太阳！我就想讨口饭吃。红烧肉，大肘子，再来一坛女儿红。大哥哥，大哥哥，能施舍点吃的吗？阿黄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哪来的小孩儿？去，我这儿不是善堂，我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哼！检测到绝世炼气天才，天赋评级 SSS 级，天生炼气之体，万年难遇。收徒任务触发，任务奖励：无敌领域扩张至青云城外，覆盖周边50丈。什么？又有绝世天才送上门了！耶！哈哈！小弟弟，我来啦！哎呀，小弟弟饿了吧？来，快进来！神仙哥哥，别叫我神仙哥哥，叫我师傅。师傅，可是阿黄只想讨口饭吃。你干嘛？讨饭有什么出息啊？拜我为师，这红烧肉、大肘子，管够！真的吗？有肉吃啊？不仅有肉吃，而且你看看，有新衣服穿，还有大房子住，怎么样？干不干？师傅，请收徒儿一拜，以后只要有肉吃，让阿黄干什么都行。我的好徒儿，就是阿黄这名字太难听了，像条狗。既然你拜在本座的门下，为师给你赐个名。你是有炼气的天赋，注定以后要打铁，就叫铁柱。铁柱，好名字，谢谢师傅。这名字一听就很硬，好养活。收徒成功，奖励发放中。奖励1：神级炼气术万物熔炉法。奖励2：上古神火火种。提示：需徒弟成功入门炼气术，并炼制出第一件法宝，领域方可扩张。又来，还得等他练成。徒儿啊，吃完饭赶紧修炼，为师的自由啊，不，为师的大道全靠你了。耶！这是什么剑气？剑意化形，就算是元婴期也斩不出这一剑吧？糟了，这把剑太恐怖了，这是一剑就抽空了我所有的灵力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小丫头，你根本驾驭不了这把神器吧？现在的你已是强弩之末了吧？给我上，活捉他！这把神器归老夫了。可恶！人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隐身法宝。在那儿，小丫头，你虽然能隐身，但你身上的血腥味隔着几十丈地，老夫都能闻到。他跑不了，他受伤了，给我追！师傅，徒儿没用，灵力耗尽，身受重伤。那黑衣长老实力恐怖至极，我根本逃不掉。难道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吗？小丫头，别躲了，老夫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，快出来受死吧！就算是死，也要把东西给师傅送回去。师傅，师傅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下辈子投胎，记得别惹太医成疾。去死吧！我的弟子，别敢碰！你怎么出现的？这是空间大挪移，只有合体期以上的怪物才能掌握这种无视空间法则的神通。这道观的主人竟然真的是隐世大能！退下！我操！我的乖徒儿，你倒是再往前爬1米呀！你就卡在这圈外1米的地方，为师够不着啊！晚辈，太阴圣地鬼手拜见前辈。此女在青云城当众羞辱我家圣子，晚辈奉命捉拿，只是想带她回去给圣子赔罪，并非有意冒犯前辈。公道？是。在这座山上，本座的话就是公道。别说他只是打了你家圣子，就算把你们太阴圣地掀翻，你们也得给我忍上！前辈，这不行！若是空手而回，圣子定会将我抽魂炼魄，扔进万蛇窟，那是比死还要恐怖的折磨。前辈神威，晚辈不敢不从，只是圣子之命难违呀！还不快滚！不对劲，这人若是真有通天彻地的本事，为何眼睁睁看着徒弟重伤倒地却不施救？为何只是动嘴皮子却不动手？难道找死！我操，这老东西怎么这么惊吓？果然如我所料。前辈，晚辈想带走令徒，前辈若是不满意，那就尽管出手好了。原来你就是在虚张声势，你根本就出不了这座山，去死吧！
还要多久到？回圣子，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到了。鬼手长老已经先行一步，想必此刻已经拿下了那个贱人。拿下？那不是太便宜他了？本圣子要把那个贱人活生生给玩死。你说的那个妖道，真的有那么邪门吗？圣子放心，据我叶家大长老推测，那个妖道应该是被困在道观里出不来。只要咱们不进那个门，他就只能在里面干瞪眼。好一个被拴住的恶狗！本圣子最喜欢的就是痛打落水狗。圣子英明。师傅说要把骨头煮软了才能吃，师傅还说火要大大的，不然煮不烂，塞牙。大火大火，烧死那个硬骨头！哇，金色的火，好看，像烤红薯的颜色。哎，水要干了，要糊了，糊了就会苦。师傅说汤咸了就要加水。不许响，敲扁你！师傅说，肉要敲一敲才会松软。好累啊！变软了吗？能不能吃了呀？师傅骗人，这根本就不是肉，咬不动嘛！你装什么？你继续装啊！刚才不是叫老夫滚吗？不是说老夫不配你动手吗？你怎么哑巴了？妈的，狗东西！你给我等着！我的好徒儿，你到底修炼入门了没有啊？这就是你护着的徒弟，老夫现在就踩断他的手，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找死！来呀，杀我呀！我就在这儿呢，你出来呀！呸！废物，连自己的徒弟都保护不了，你怎么做人家师傅的？鬼手长老做得不错嘛！回圣子，幸不如命，那贱人就在这儿，他跑不了。好，非常好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那个臭女人抓过来！本圣子现在就要当着这妖道的面，好好疼爱她。是，小丫头，乖乖跟老夫走吧。是不是个东西？徒弟铁柱成功炼制本命法宝撼天锤，湖底领域扩张任务完成，领域扩张开始，当前覆盖范围方圆100丈。终于来了，老杂碎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怎么出来了？刚才你是用哪只脚踩的？不可能！你明明被困住了，你怎么？我的手！不说是吧？那2只腿也别想要了，跪下！
手长老，你怎么突然跪下了？刚才是谁说要痛打落水狗的？刚才又是谁说当着我的面对我徒弟动手的？化身巅峰，不对，这是合体期大能，这不可能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可是太阴圣子，我爹可是太阴圣主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太阴圣帝不会放过你的。太阴圣帝，什么垃圾货色也敢称圣帝？都给我跪下！师父，行了，正好让你看看，敢欺负我的人，下场只有一个。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啊！前辈都是生死之时的呀！狗咬了人，主人要打，狗更得死。呀！这就是传说中的摘星手，师父竟然连这种仙界神通都会。化神七修士竟被师父一掌拍得飞灰烟灭，这就是师父真正的实力吗？太强了，我拜师果然没错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是太阴圣体，我有大用，我可以给你当狗。杀你，你也配？让我再出第二掌！滚回去！告诉你们主子，他儿子要在这里天天盗夜壶，他要是想来救人，就让他亲自滚过来，磕头认错。是。徒儿，这两个为师给你留着。给我？你的仇要你自己报。如今这两个的修为都被为师给封印了，现在就是两个凡人，为师要带他们回去干农活。哎，对，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了，就去抽他们两鞭子，解解气。等气消了再宰了，也不迟。师父，您是为了磨练徒儿的心境，让徒儿亲自斩断心魔。师父大恩，徒儿无以为报，永世难忘。哎，行了，赶紧起来。没吃饭吗？没睡觉吗？走，没吃饭吗？走。师父，我听到好大的动静，是不是开饭啦？这饭还没好，不过有两个干活的苦力送上门了，这两个人交给你看管。那个穿紫衣服的，让他负责给咱们道观倒夜壶；那个老头，让他去后山喂猪。对了，还有外面那帮人，这些人就负责打扫道观卫生，干干杂活。要是他们敢偷懒，你就用你那个大锤
砸他们！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俺正愁没人陪俺玩呢。不，快走，去倒夜壶，那可是个美差。我堂堂圣子给你们倒夜壶，做梦吧你！哎呦，别打，我去你吃了吗？你也快去！少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去青云城的血衣卫是回来了一个。圣主饶命！圣主饶命！怎么回事？鬼手长老呢？我儿无极呢？为何只有你一个人回来？没了，全都没了。鬼手长老被那无名道观的主人一巴掌拍成了灰，连渣都没剩下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一巴掌拍死化神期修士，他到底是什么境界？看不懂，我只知道他恐怖至极啊！那我儿无极呢？他也死了。圣子还没死，圣子没死。没死就好，看来是被他们扣押了。对方要多少灵石才肯放人？不是灵石，那个妖道让我给您带句话。什么话？快说！他说，让您亲自滚过去磕头谢罪。大的狗胆！在这青云州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他还说什么了？我儿无极到底如何了？圣子被那个妖道抓去倒夜壶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儿去倒夜壶了？欺人太甚！我堂堂太阴圣地的圣子，未来的圣主，竟然被人抓去倒夜壶！还我圣令！太阴圣地所有元婴以上的长老即刻集合，本座要御驾亲征，本座要踏平那座破道观，把那个妖道碎尸万段，把他的神魂抽出来点天道！踏平道观，救回圣子！杀！这羊肉绝了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看来这后山那块地不仅风水好，而且连草都长得比别处香。师傅若是喜欢，以后这放羊喂猪的活儿就全交给叶家主了。我看他刚才背猪草的时候，脚步稳健，手法娴熟，一看就是干农活的好苗子。呀，确实，堂堂一家之主能把猪草背出打仗的气势，果然是个人才。既然他这么卖力，也不能亏待了人家，赏他一笼刚出锅的大馒头。师傅仁慈。白夫哥哥，你走得好慢呀，像乌龟一样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，这俩夜壶实在是太沉了，能不能休息一下呀？休息？可是师傅说过，干完活才能有肉吃啊！你不干完，我就没肉吃了。你要是害我吃不到肉，我就拿大鸡腿敲你的头，把你敲成地鼠。跑起来了，像鸭子一样，嘎嘎嘎！圣子，夜鬼长老，圣子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哎呦，别提了，我爹要是知道我在这倒夜壶，他绝对得气死啊！看来
还是老夫比较幸运，至少不用干活。哎，大长老，圣子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要开家族会议是吧？我去你个大爷！我去，赶紧给他出去！哎呦，这盆栽怎么还长人脸啊？还会说话？白福哥哥，你说我要不要浇点尿给他施肥啊？不要浇尿！可是师傅说过，庄稼要施肥才长得快啊！我的小祖宗，我是盆栽，我不是庄稼，它不用施肥。都听好了，今日这场试炼，决乎我们今晚能不能吃顿好的。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！是，师傅。清雪，你的任务是切土豆，要求不高，每一根丝都要切得细如发丝，而且这长短粗细要完全一致，有一根不一样，这盘菜就废了。师傅，用这把斩天神剑切土豆？怎么，神剑就不能切菜了？这大道万千，殊途同归，连切土豆都切不明白，那还怎么斩妖除魔啊？师傅教训的是，徒儿着相了。师傅这是在教我剑心通明，无论手中是剑是刀，心中唯有剑道，切土豆亦是斩天道。哦，还行，勉强及格。下次记得再薄点。多谢师傅指点，徒儿的建议又精进一分。铁柱，该你了。你的任务是烤这把韭菜，用你的本命真火将它们烤熟，保持它们原有的翠绿，还要把里面的水分全部锁住，要做到火中取水，死中求活。师傅，火不是热的吗？怎么还能取水啊？这你都不明白吗？要先这样，再这样，最后再这样，懂了吗？第一次懂了。这是阴阳转化，水火共济。小师弟才几岁啊，竟然领悟了这种传说中的境界，把至阳的神火控制得如水般温柔，以无上神通入庖厨之道，这就是返璞归真吗？味道不错呀，这味道刚刚好。来来来，徒儿，尝尝你师弟的手艺，这可是蕴含了大道真理的韭菜。太好吃了，这就是大道的味道吗？这是孜然味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！这骨头上还有点肉，太好吃了。圣子啊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这种东西不能吃啊！吃，我得吃，只有活下来才有希望。我爹一定会来救我的。等我爹来了，定让那妖道死无葬身之地。来看看啊！哇！
傅，那个红红的是糖葫芦吗？那个冒烟的是烤鸭吗？好像还有泥人呢。师傅，咱们进城去玩吧，我好想吃好吃的。是啊，师傅，徒儿下山匆忙，都没好好逛逛，而且听说这城里新开了一家布庄，料子好极了。要不咱们去逛逛？唉，徒儿，你还是太年轻。这红尘万丈，看似繁华，实则皆是虚妄。这修行之人守住修心，这城里诸多诱惑，这一旦踏入，道心便染了凡尘。师傅教训的是，徒儿知错了，竟被这区区凡尘之物扰乱了道心。师傅明明拥有通天车地的本事，却能抵挡住这滚滚红尘的诱惑，坚守本心，这才是真正的绝世高人。哦，老天爷啊，赶紧给我送个徒弟来吧！老子穿越过来整整3年了，我不想当高人，我想当俗人，我想去洗脚按摩。报，收主，属下已查明，那妖道今日确实去了青云城外。哦，进城了？没有，据探子汇报，他就在城外几米的地方看了半天，最后他回去了。你刚才说鬼手临死前曾推测那妖道有行动限制，是，鬼手长老曾经试探过很多次，甚至差一点就抓到那妖道的女徒弟了。那妖道都原地未动，直到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妖道又能动了。无非他受到了某种诅咒，导致他无法自由行动。那圣主的意思是，这位妖道被困住了，或者说是某种阵法。不管是阵法还是诅咒，只要他不出来，他就是个活靶子。既然如此，本座倒要试试他的深浅。那圣主打算如何试探？若是直接进攻，恐怕……传令下去，集合大军，但不要直接攻山，把青云城周围所有的村庄镇子全部给我围起来，抓捕平民，男女老少一个不留。本座要用这些人命一步一步的去填，去试探他的边界到底在哪儿。圣主英明。若他救，就说明他在乎，我们便可围点打援。本座倒要看看你这只缩头乌龟到底能护住几个人呢？怎么练都达不到师父要求的剑心圆融境界。唉，这落叶怎么扫都扫不完，这风往哪儿吹，这叶子就往哪儿落。看来跟做人也一样，干嘛非要逆天而行？这顺其自然不也挺好的吗？顺风逆风，顺其自然。师父这是在点化我。我的剑法太过刚猛，一味追求杀伐，却忽略了剑道的本质。风无形，剑无影，顺势而为，方能人剑合一。我悟了。这是剑意大圆马啊！这股气息是他的突破吗？不是，我就抱怨2句扫地废妖，你就顿悟了？这年头修仙都这么草率了吗？金丹，他结丹了，就3天，
我太阴圣体5岁修炼，15岁筑基，30岁才结丹，被称为100年难遇的天才。这3天就结丹了。圣子，好像不仅是结丹，金丹异象凤凰涅槃，这是传说中的1品金丹，完美金丹的圣子。随便一句扫地的话就能让人立地结丹，这个妖道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多谢师傅指点迷津，徒儿愚钝，今日方知顺其自然之真谛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整这套虚头巴脑的了。练完功赶紧干活去，给为师泡壶茶，泡那壶最贵的碧螺春，一定记住啊，水可不能烫嘴哦。是师傅，徒儿这就去。该死，这家伙究竟是哪路神仙？随口一句话就能造出完美金丹，这手段怎么感觉比我老爹还要恐怖？完了，老爹要是真带人手杀过来，该不会也是来送死的吧？报仇这辈子是别想了。苏清雪3天结丹，这小孩3天从一介凡胎练到筑基巅峰，我姐姐惹谁不好，怎么偏偏惹了他？这猪我怕是要喂到死了。唉，无敌是多么的寂寞，徒弟们都这么卷，显得我这个做师傅的好废啊！我得出去溜达溜达，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。徒儿，你好好修炼，为师去山下视察工作。这依山傍水，鸟语花香，这才是生活嘛！什么味儿？嘿嘿，哈哈哈！哎呀，这还有个漏网之鱼啊！小丫头长得真水灵，把她带回去卖给那帮达官贵人，肯定能大赚一笔。大哥英明啊，这细皮嫩肉的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一个女孩，你们这帮人渣，活着都浪费空气。谁装神弄鬼？给我滚出来！哼！找死！装神弄鬼的小白领，管我的闲事！弟兄们，给我剁了他！你！真脏！神仙饶命啊！神仙饶命！小的上有80岁的老母，下有3岁小儿，小的也是被逼无奈，求神仙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这听起来确实很惨啊！是，小的一定改邪归正，吃禅念佛。既然你这么惨，给你个机会，待我现在数3个数，你要是能跑进那片林子，我就不杀你。谢神仙，谢神仙不杀之，谢谢。1、2、3，报！放过你，那被你杀的那些人，谁放过他们？小丫头，别怕，坏人都被打跑了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如烟，爹娘都被坏人杀死了。也是个苦命孩子。唉，这么小就没了爹娘，这世道太乱了。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也是个死，反正道观里也不差这一双筷子，带回去给铁柱当个伴吧。愿不愿意跟大哥哥回去啊？大哥哥家里有好多好吃的，而且大哥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如烟愿意。检测到万古唯一体质黄道圣体5S 级气运之子未来女帝姬如烟，收徒任务触发，收下此女为徒，无敌领域将直接扩大50里，并奖励黄道龙气一道，奖励黄道龙气诀一部。我操！万古唯一未来女帝，不是我就出个门遛个弯，随手捡个没人要的小丫头，居然捡到了个女帝！如烟，从今以后，你是我修禅第3个徒弟，跟为师回家吧，以后这天下没人敢欺负你。小长老，准备的如何了？回圣主，这方圆500里内的凡人皆已抓捕完毕，共计300余人。很好，那个妖人不是很护短吗？那本座倒要看看，面对这几百条人命，他能不能坐得住？传令，驱赶这些贱民，让他们往那座道观的方向跑。告诉他们，只有跑到那座山脚下，才能活命。跑慢了的，杀！遵命。你敢停下，这就是下场！这可是本座为你准备的一份大礼呀！如果救，那你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；若是你不救，这几百条冤魂的怨气足以污染你的道场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输定了！徒儿们，出来接客了！哦不，徒儿们，来接你们的小师妹。哇，好可爱的小师妹！师傅，这是哪里捡来的小姑娘？师妹，那是能吃的吗？吃，到晚就知道吃。这是你三师妹，以后你要保护她，知道吗？哦，师姐好，师兄好。哎呀，师妹别怕，师姐以后罩着你，谁敢欺负你，师姐一剑劈了他。师妹，叔叔最爱吃的鸡腿，给你吃。又来一个呀！看这小丫头的面相贵不可言呐，怕是比前两个还要恐怖。如烟啊，以后既然拜入我门下，就要开始修炼了。这本功法可是好东西，拿去好好参悟。师傅，这里面的字像小蝌蚪一样，如烟不认识呀。这不识字啊！清雪，你是大师姐，这教导识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这不仅是教他识字，更是磨练你的耐心，也是一种修行。
是，徒儿定当尽心竭力教好小师妹。师父，这是在考验我拜师授业的能力，这是在培养我作为大师姐的威信。师父这边尽心尽力为我考虑，我不能辜负他的期望。这修炼的法门嘛，很简单。如烟，你看天上的云，像不像一条龙啊？像。你就每天盯着那些云看，想象把它们吸进肚子里，就像吃棉花糖一样。什么时候你能把天上的云都吃完了，这功法也自然而然就练成了。吃云彩，这是什么修炼法门？如烟记住了，如烟要吃云彩，要变强，保护师傅。乖，去吧，跟你师姐去认字，饿了就让你师兄给你烤红薯。哎呀，这一天天的，真是操碎了心呀！走。这，你看这个。哎呀！大长老，让前面的人动手。是，我休听令。杀！杀！也！还是没动静，看来这妖人还挺能忍呢。继续，下一个，把那对母子推到那个界限上去杀，我看他救不救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好，师父，山下有人在屠杀平民，就在咱们道观门口。杀人！师姐，师父，你听到了吗？那帮畜生在杀人，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。徒儿忍不了了，徒儿去救人。站住！师父，人命关天啊！你现在下去，除了把自己搭进去，救不了任何人。外面的人修为比你强100倍。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吗？这是咱们的地盘啊！谁说不管了？这种脏活累活还轮不到你来干。你留在这儿，保护好师弟师妹，顺便监督你的小师妹练功。等为师回来，是要检查功课的。师父，你要亲自出手。有些人活得太久了，忘了什么是敬畏。为师呢，去教教他们做人的道理。我要变强，我要帮师傅打坏人，我洗。我操！不是吧？我就随口胡诌了几句，你还真能练啊！这他妈就是5S 级天赋的含金量吗？这当师傅的压力好大呀！徒弟一个比一个变态，显得我很呆啊。不过既然徒弟都这么争气，当师傅的也绝不能丢人。太阴圣地，你们这群畜生做得太过分了！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走，快走！快！呼吧叫吧，你叫得越惨越好。跟着贱民废什么话？圣主说了，先杀小的，把这小崽子头砍下来，给那个妖道当球踢。好主意。不要！妖人，
这第一份大礼，你接得住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动不了了？谁这捣鬼？在本座的地盘上杀人，你们问过本座了吗？不是。你想杀这个孩子？我，对。脏死了！还有谁想死？站出来！本座成全他！看到了吗？他果然还是站在那块大青石旁边，一步都没有多走啊！看来为首长老的情报没错，只要不跨过那条线，只要他不踏过那条线，他就是没牙的老虎啊！但保险起见，还是要继续试探，看看他的极限在哪里。中护法听令，下在，你们去前进到距离那块青石100丈开外的地方，把所有难民都押过去。你们都是化神期修士，当着他的面布下万魔噬魂阵，即使是合体期修士也有一战之力。你们每布一个阵眼，就杀10个难民祭旗。我要让他眼睁睁地看着。属下遵命。过去。妖人，看好了，这就是跟太乙圣地作对的下场。结阵。祭旗！第一阵眼上！臭帅，有人，你不是很强吗？你不是喜欢当英雄吗？来救他们！什么？不敢出来，还是出不来啊？脱头乌龟！真的很无耻！吵！谁吵你就出来呀！再不出来，我就把这小崽子杀了！我数3声，1、2。不用数了，人上路吧！歼灭！湮灭！圣主，这一手绝非合体境修士的手段，甚至超越了炼虚。那些护法可是解了阵的，就算是炼虚初期的大能，也不可能如此轻描淡写的将他们瞬间抹杀。800载，奇遇无数，才勉强踏入炼虚巅峰。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怎么可能比本座还强？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大成期？不，哪怕是本座的师尊血魔老祖，也不过是修炼数千年才成就的大成期啊！可是圣主，那是实打实的湮灭法则，这若不是大成期，那就是难道他是上界下凡的真仙？放屁！什么真仙？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仙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是在借力，他在借用超越天界的至宝威能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，距离一定是距离，他迟迟不杀过来，就是在顾及距离。老夫要继续试探，看他的极限
到底在哪儿？圣主英明，你们带几个难民前进到20丈。圣主，那妖人……废话真多，谁敢不从，这就是下场。去，继续到前面给我杀人，再次逼他出手。都给我跑快点儿，要不然剁了你们！找死！20丈，他竟然能打这里！去，前进30丈，给我杀！啊，往前走，快点！哈哈，这么远，肯定打不到。我要拿这帮村民解饭！出手！30丈，还在他的范围之内。来人，给我继续杀！我倒要看看他这双狗爪子到底能伸多长。停了，他现在停住了，看来这就是他最后的极限。圣主英明，圣主料事如神啊！小的们，不用怕了，他出不来，就在这儿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，把这些贱民全部给我杀了！妖道，你来呀！再来杀我呀！该死，就差这一步，这帮畜生居然真的摸清了我的虚实！哎，你去把他拉过来！起开！我的孙女啊！过来！妖道，看好了，这个可是你害死的！小的们，给我狠狠的杀！把这些贱民手脚全给我砍下来，堆成人头山，给圣主助庆！你再叫啊，再大声点儿，看有没有人救你！哈哈哈哈！不对劲，虽然他停下了，但这妖人实力过于恐怖，手段更是闻所未闻。万一他有什么拼命的秘法，或者强行突破限制，安全起见，还是低一点好。大长老，烧得好，慢慢烧。本座在后面为你列阵。好，圣主。哥哥，救我！去他妈的领域，去他妈的系统！老子今天就拼了，就算被雷劈死，也要弄死你们这帮畜生！呀！呀！警告！警告！宿主即将离开无敌领域，请立即退回。屠地击入烟成功吞噬第一缕黄道龙气，功法入门。无敌领域扩张开始，当前覆盖范围方圆50里，覆盖整个青云城。出来了！刚才你笑得很开心呀。你出来了？是啊，我出来了。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呀？别过来！
刚才就你叫的最欢吧？刚才师傅我错了，前辈饶命，前辈饶命！既然你这么喜欢玩火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杀了我吧！求求你杀了我！痛死我了！别急，慢慢烧。兄弟们，横竖都是死，跟他拼了！他再强也只是一个人，我们人多势众，结阵杀了他！杀！人多就有用吗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过来。放开我！我是太阴圣地的人，你敢杀我，圣主不会放过你的。圣主？你是说那个老东西吗？怪物啊！快逃啊！回宗门请老祖！跑得还真快，属兔子的吗？我们活下来了，得救了！揍你！哎，可惜没砸中他脑袋，让罪魁祸首给跑了。看来你的圣主不管你了。下一个，谁来？师傅！这太阴圣地就这么崩了？哇，师傅太厉害了！师傅是神仙。不是说好让你在家保护师弟和师妹吗？怎么把他们都带了？这刚打完架，吓到孩子了怎么办？师傅，不是徒儿不听话，是小师妹，她刚才突然突破到炼气境，然后就哭着说察觉到师傅有危险，死活要让我带她过来。徒儿实在拗不过她，就只好……危险？难道是刚才我要强行踏出无敌领域的那一瞬间，这小丫头刚突破就能感应到这种级别的因果？黄道圣体果然逆天啊！黄道圣体果然逆天啊！哎呀，傻丫头别哭了啊！你师父我天下无敌，在这个世上谁能伤害得了你师父？真的吗？师父，刚才那是……哦，我本来是想把那个领头的老东西也给留下的，结果他给跑了，然后我丢了块石头，没砸死，让他给丢了。哎，领头的老东西，难道是太阴圣主阴苍穹？那个穿黑色盔甲，长得特丑的那老东西，对，估计是吧？太阴圣主炼虚期大能，青云州第一强者，竟然被师父用一块石头砸跑了。这师父究竟什么境界？难道真是仙人下凡？多谢神仙救命之恩，多谢神仙啊！多谢神仙！都起来吧。回春。
我的烧好了，全好了，活神仙，我的烧都没了，真是活神仙！多谢神仙了！回家好好过日子。若是还有魔修敢来骚扰你们，亦或者有人仗势欺人，那你们就去西边的道观，到了那里，自然会有人为你们主持公道。多谢道长啊，多谢活神仙呐！多谢大恩大德，多谢大神仙，多谢大神仙。那个乡亲们，时候不早了，大家都赶快回家吧。回家。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进城玩玩了。行了，发什么呆啊？这打了半天架了，饿死为师了。今日，咱们进城。进城？真的吗，师傅？那当然了，为师请客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好耶！我要吃糖葫芦，还要吃大鸡腿，还要吃那个冒烟的烤鸭。师傅，我也想吃桂花糕。买，都买。好，把那条街给你们都买了。耶！师傅，徒儿听说城里的醉仙楼手艺一绝，咱们不如……好，目标醉仙楼，出发！走。糖葫芦嘞，又酸又甜，糖葫芦，糖葫芦嘞！又来一个，你劲儿好，新鲜的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位神仙，一挥手灭了几千魔修啊！太帅了，比画里的神仙还好看呢！哎，神仙，这是我刚摘的桃子，快尝尝，快尝尝，尝尝，来尝尝！哎，神仙，我这糖葫芦是免费的，给两位小神仙吃吧。是啊，尝尝这个，我的神仙，师傅，这里人真好。哇，师傅这个好好吃啊！我这个，尝尝这个。乡亲们，你们实在是太热情了，这举手之劳不足挂齿。若是以后再遇到困难的话，随时来道观找我。好，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，谢。好，谢谢神仙。慢走。师傅，仙子，师傅，拿着下吧。哎呀，神仙降临醉仙楼，蓬荜生辉呀！快请进，快请进。长官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们就来吃顿便饭。神仙，您放心，小的已经把全城最好的厨子都请过来了，哪怕是龙肝凤髓，只要是你想吃，小的也会给他弄过来。快把神仙请到天子1号房，把珍藏多年的好酒全拿出来。掌柜的，你也太豪气了！来。哦，多年未入世，还是这凡间的酒菜，引人怀念啊！这他妈才叫生活呀！整天在山上啃野果子、打野味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。师傅，要是您喜欢，以后徒儿天天买给您吃。痛快，真是痛快！这太阴圣地横行霸道了几百年，把咱们青云城当做他们的后花园，想杀就杀，想抢就抢，这下终于遭报应了。听说连太阴圣主阴苍穹都被打跑了。何止是打跑？话说那个神仙随手丢出一块石子，就听啪的一声，就把阴苍穹的非洲给砸爆了。那阴苍穹足足燃烧了500年的寿元，这才勉强捡回了一条狗命。哎呀，真是活该！该，这就是恶人自有天收啊！这下好了，咱们青云城以后这位神仙罩着，那就算是太平了。哎呀，就是，对，说的有道理，这算太平了。神仙罩着，来，徒儿们，为这天下太平，咱们干一个吧！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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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哎呀，老祖啊！哎呀，老祖，老祖救命啊！老祖，太乙圣地要亡了！哎呀，徒孙无能啊，几千弟子都死了，徒孙也是拼了这条老命才逃出来给您报信啊！老祖啊！若你再不出山，太乙圣地可就要断了传承了，老祖啊！老祖，何人喧哗，扰本座清修？老祖，我是苍穹啊！苍穹，你怎么弄成这个鬼样子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青云城外出了一位妖人，此人狂妄至极，不仅抓了无极去盗夜壶，他还说太乙圣地全是垃圾。徒孙带人去讨公道，结果被他用妖法屠杀殆尽。他还说，若是老祖您去了，他也照杀不误。哼，放肆！区妖人也敢羞辱我太阴圣地？那妖人是什么修为，能把你打成这样？徒孙也看不透。不过那妖人手法诡异，疑似掌握了空间法则，甚至能演出法随。徒孙推测，那人恐怕已经是大成期的大能啊！大成期，本座闭关300年，吞噬了99900个生魂，早已突破瓶颈，踏入大成巅峰。哼，距羽化登仙只差临门一脚，这世间还有谁敢在本座面前称大能？大成巅峰，老祖神威，老祖盖世无双啊！有老祖您在，那妖人必死无疑呀！对了，老祖，那人年纪轻轻，就算从娘胎里开始修炼，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呀！徒孙推测，那人身上定藏着法力巨大的上古之宝，这宝物啊，能让他杀人如屠狗。若老祖您得到了，有可能借此参透最后一层羽化登仙啊！羽化登仙，老夫闭关300年，虽然修为已至人间巅峰，但他最后一步仙凡之格，却如天堑般难以跨越。倘若苍穹所言属实，那妖人身上真有如此逆天宝物，也许这就是老夫的飞升机缘。有点意思。起来吧，谢老祖。把这妖人的情况事无巨细的跟我说说。哎呀，哎，老爷，那妖道的3个徒弟出去了这么久没回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那圣子的意思是，圣主带着人杀过来了。那肯定啊，我爹那可是炼虚期大能，那个妖道肯定被我爹打得满地找牙了。我们趁着机会逃出去。圣子慎言，在一切都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千万要谨慎行事啊！那万一圣主要是……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圣主要是败了呢？咱们逃跑被抓回来，那下场比现在差10000倍。败？不可能！我爹可是天下第一，怎么可能输给那个妖道呢？哦，是啊，你放屁吧？好像是肉啊。他回来了，他怎么毫发无损的回来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，圣主败了，太阴圣地也败了。那妖道没事，说明我爹出事了。
那我爹岂不是已经被杀了？爹呀，你死了，孩儿可怎么办？孩儿不想再当医狐了。师傅，这殷苍穹虽然身负重伤，但此番逃走，日后会不会闹成更大的祸端？哼，无妨，一帮跳梁小丑罢了。他们要再敢来的话，为师就唰，就把他们千刀万剐。没死，我爹没死，太好了！爹肯定回去请老祖出山了。老祖可是天下第一的大成级修士，只要老祖一来，那妖道必死无疑。哼，你就等着吧，让你现在狂，等老祖来了，我要让你跪下来给我舔血。哎，看在你们干活这么卖力的份上，哎，赏你们的。谢谢。终于有馒头吃了。圣子，您身份尊贵，怎么能吃这种粗粮呢？就让老夫来带老板。馒头！哎呦，我的馒头！我的馒头！哎，我的！这叶家家主还有那个魔宗圣子，怎么看跟猪没什么区别啊？走，我们回家吃饭。哎呀，我的！师傅，看我抓到什么好东西！这是啥好东西？是野鸡还是野兔？那我也不认识。这玩意儿跑到后山偷吃我种的铃铛，跑得贼快，幸亏我用我的撼天锤才把它震晕的。本公主堂堂，九尾天狐一族的小公主，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这里，怎么刚出虎穴又入狼窝？这两人类要干什么？救命！嚯！这毛色，这肥肚，这身段，浑身都是腱子肉，极品啊！一看就经常做运动的。铁柱，快烧水啊！今晚咱吃红烧狐狸。好。师傅，他是不是在求饶啊？求饶？这食材都成精了。成精好啊，大补。吃了它，我们就可以长生不老。父皇，母后，孩儿不孝，孩儿要变成红烧肉了！哎呀！检测到太古一种九尾天狐皇族血脉，未来妖族女皇，天赋评级5S 级，收徒任务触发，收下此狐为徒，奖励神级妖修功法天妖炼神诀，无敌领域将拓展至500丈。这么厉害！啊！哎呦！我操！好险啊！差点把未来的妖族女皇给炖了。啊！哎呀呀呀！这么可爱的小狐狸，怎么能吃呢？铁柱，你怎么那么粗鲁？这可是你四师妹！快去，准备最好的疗伤丹药，还有最好的鸡腿。师傅，不吃了，这水都烧开了。吃什么吃啊？以后他吃肉，你喝汤，快去。哎呀！
小狐狸，小狐狸，你醒了。看在你与本座有缘的份上，本座收你为徒，你看如何？哼，区区一个人类破道观，也想收本公主为徒？本公主祖上是9尾天狐，妖狐皇者，住的是万妖神宫，吃的是龙肝凤髓，就这破地方也配？小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的大师姐苏清雪。等等，那把剑，那股淫秽的剑意，怎么比我族中供奉的斩妖神剑还要恐怖？这是神器。这位是你的二师兄铁柱。那锤子上面的气息是上古凤凰，而且还是纯血凤凰的真骨。天哪，这小胖子手里竟然提了一只神兽。这位是你的三师姐姬如烟。这是黄道龙器，而且是万古罕见的黄道圣体。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丫头居然是黄道圣体。神剑傍上的女剑仙，手持神兽的炼器宗师，身负龙器的未来女帝，这3个未来足以撼动整个修仙界的绝世天骄，竟然都叫这个普通人为师傅。这道观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既然入了门，那这本天妖炼神诀你就拿回去练练吧。天妖炼神诀，这是妖族失传已久的至高神典，传说修炼到极致可化身天妖的神书，这人类随手就给我了。刷，老子刷死你！等老祖到了，我让这妖道把这野狐的血全部喝完。忍，我得忍，我心肠的与魂勾践，就算我一无极刷野狐，也能东山再起。圣子啊，说来也怪，我倒是觉得现在的日子还挺舒服，每天也不用操心家中琐事，喂喂猪，晒晒太阳，挺惬意的。你个老东西，一点出息都没有！陈少晚上好，陈少吉祥。陈少晚上好，吉祥。哟，精神不错嘛。今晚的天气也很不错，多吸吸湿气，对身体好。就是。再多吸吸灵气，别枯死了。多谢陈少，陈少大气，陈少万岁！谢陈少。疯了，都疯了，疯了！你们2个软骨头，笑，现在笑得多开心，等老祖来了，你就哭得有多惨。老祖可是大成期，到时候杀你如土狗。老祖啊，那妖人的确诡异，徒孙试探了无数次，他只是死守在那个范围，后来不知道他用了什么秘法，竟然踏了出来，而且呀，他一出来实力暴涨，徒孙实在不是对手啊。踏出来了，若是他能随意走动，以他现在展示的状态，早就该追杀你到天涯海角了。为何只扔一块石头把你砸伤就罢手了？这徒孙也觉得奇怪，按道理斩草除根才是正道。这就对了，说明他那种超然的状态依然是有极大限制的，否则他绝不会让你这种羞辱过他的人活着逃回来的。哦，嗨，老祖英明，那妖人啊，一定是在虚张声势，他根本不敢离开那座道观太远。既然有范围限制，那就好办了。苍穹，你却把宗门所有的魔修弟子都召集起来。老祖，召集弟子干什么呀？难道还要再次去攻打那座道观？攻打？不，这群废物去了也是送死。本座要用秘法将他们全部炼成不知疼痛
力大无穷的血魔魁，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全部练成傀儡，全部练成傀儡。老祖，那可是几千弟子，太阴圣地的根基呀！根基，只要本座羽化登仙，随手便可再造一个圣地。怎么，你舍不得？徒孙不堪，为了老祖的大业，牺牲再多也是值得的。徒孙这就去办。有了这数万血魔魁，再加上老祖的神威，那个妖人定插翅难逃。去吧。是。老祖，幸不辱命！宗门上下所有的弟子已全部集结完毕，请老祖施法，将他们练成神魁，助老祖成仙。做得好，苍穹，你办事老夫一向放心。能为老祖效力，那是徒孙的福分。有了这数万血魔魁，那妖道必死无疑呀！是啊，数万血魔魁虽强，但还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阵眼来统领。苍穹啊，你身为圣主，享受宗门1000年的供奉，如今也该由你来为宗门做最后一点贡献了。老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本座的血河炼狱阵正好缺一个炼虚巅峰的主魂，你的修为、你的血肉、你的怨气，都是最好的材料。别怕，很快的，成为本座成仙路上的垫脚石，这是你毕生的荣幸。老魔头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可是太阴圣主，我诅咒你，永世不得超生啊！圣主被老祖杀了！老祖疯了，快跑啊！快跑！他来了就都留下吧！这是什么隐天地之灵，化九窍之清，完全看不懂啊！怎么，卡住了？这个嘛，其实修炼就像挠痒痒。挠痒痒？你看，身上痒了，是不是得挠？挠准了地方，是不是就舒服了？灵气也是一样的，它在身体里乱窜，就像虫子在爬。你就要找到那个痒点，然后用意念狠狠地挠它一下，把它挠顺了，气就通了。痒点，我懂了，这就是寻找血脉节点，以力破之。师傅这是在教我如何激发血脉潜力。通了，真的通了！师傅太神了！挠痒痒，找准点，狠狠挠一下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剑道的破绽与爆发。敌人的招式就像痒，看似无处不在，实则必有核心。只要找到那个点，一剑刺出，就能瞬间破局。这就是一剑破万法的真谛。多谢师父指点，徒儿剑道又精进了。不是，我就说个挠痒痒，你们都学会什么了？
重的血腥味儿。多么美妙的味道！恐惧、绝望、鲜血，这就是成仙的资粮。这里所有的生灵都要献祭给本座。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们都是我的食物。这是什么怪物？竟然都看不见！就是这种感觉，我要把所有人都吃干抹净，我得无穷无尽的力量。等本座吸干了这一城百姓，就轮到你了。丧心病狂，找死！谁下来了？到他来得这么快，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，就是我也做不到。不过我能感受到，他受到了范围限制。若你当真百无禁忌，岂会过来杀了老夫？你的范围必定仅限于这青云城内，只要本座不进去，你就拿本座没办法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本座心狠手辣了。妖人，睁大你的眼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本座为你准备的炼天化地大阵。只要本座捏碎这颗心脏，大阵即刻启动，方圆1000丈的大地将在瞬间崩塌，整座青云城会被活生生拖入地底3万丈的无尽深渊。你们看！你敢？你能奈何？地火涌动，血海倒灌，这里将变成真正的炼狱。就算是再无敌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满城的百姓在你面前浪费一滩血水。你将被永远困在地底，永生不见天日。而这唯一的阵眼就在本座手中。本座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，不准过来抢啊！该死的老东西，居然算得这么准！我得拖延下时间，争取让4个徒弟尽早突破。喂，喊够了，嗓门还挺大，这不唱戏，可惜了。神仙一定有办法。多亏了神仙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装什么装？怎么你那言出法随不管用了？刚才不是挺狂的吗？现在怎么哑巴了？本座懒得跟你一个将死之人废话。你看，这天色不早了，要不你自己抹脖子来个痛快，省得我动手。大家都挺忙的。让我抹脖子？你是不是被吓傻了？这唯一的阵眼就在我手里，我只要轻轻一捏，你所有的徒弟，还有这满城的百姓，通通都得死。到时候我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呵呵，年纪大了，这火气别那么大吧。
小心容易脑溢血啊你！是，我神仙。去死吧！徒弟小白成功入门天妖炼神诀，觉醒九尾天狐血脉，收徒任务圆满完成，无敌领域将拓展至300丈。终于等到你了。神仙啊！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我在等我乖徒儿修炼入门，你在等什么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明明……哎呀！这就是你的底牌。这就捏碎了，神仙真厉害！不愧是神仙。我的大阵，我的成仙纪元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不服！本座是大成期巅峰，离仙人只有半步之遥，怎么能败给你这么一个无名小卒？血魔解体，天地同寿，去死吧！半步仙人，在本座面前，仙人也得低头。给我死！我居然败了！师傅好厉害！神仙厉害！神仙厉害！好，不愧是神仙！神仙厉害！爹死了，老祖也死了，本世子难道一辈子在这刷野狐吗？圣子，心情不好啊？跟我一起去弄猪饲料啊！陈少说的对，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。师傅，您都已经天下无敌了，为何还愿意待在这个小小的道观？清雪，你觉得什么是无敌呢？举世无双，无人能敌。这只是力量上的无敌，而真正的无敌，不是占众生之巅去俯瞰蝼蚁，而是想怎么躺平，就在哪里躺平，想保护谁就能保护谁。这才是逍遥。